大家好，我係設計師阿 Ben。今次我哋嚟到紅磡灣呢個女子廳嘅3房單位。女子廳嘅缺點係空間唔夠連貫，所以我哋嘅改造重點就係將廚房門擴大，做成玻璃趟門。趟門一開，客廳、飯廳同廚房就融為一體，空間感就即刻倍增。考慮到屋主有2個小朋友嘅關係，需要大量嘅儲物空間，我哋喺飯廳設置咗 L 型嘅矮櫃同一個高身儲物櫃，解決佢哋嘅收納煩惱。全屋以奶白色、奶茶色同埋米黃色做主調，營造出一個溫馨舒適嘅家。客廳方面，除咗有儲物櫃、電視櫃，我哋仲特別規劃咗一個梳化旁嘅兒童玩樂區，方便家長可以一邊休息一邊照顧小朋友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請大家 like、訂閱同留言。想知道片裏面更多資訊嘅，可以 PM 我哋。